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8月7號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來看國軍漢光42號演習，今仔起過繼強勢10日9暝，空軍的C130運輸機佮幻象2000戰機嘛已經飛去花蓮佳山基地。今年的漢光演習動員超過5000個後備軍人，是創漢光演習動員規模上濟紀錄。在操演的頭一日立法院所安排國防部長郭立雄今仔早起去立法院報告，針對漢光演習進程。中國啟動聯合戰備警巡，部長是強調講，咱的國軍攏有因應的方案，漢光演習袂因為中國行動中斷。有在物資彈藥、兵力投送能力的空軍C130運輸機飛到花蓮，準備進入佳山基地。漢光42號演習準備起過。駐守佇個新竹空軍基地幻象2000戰機接到命令了後，準備飛起哩。6架次幻象輪流進場，順利飛去花蓮進行戰力保存。國軍延續舊年的做法，今年的漢光演習維持10天9暝，同款鎖定咧實戰化，採取有設定無劇本，用臨時應變的方式，小連續甲狀況講予官兵聽，考驗官兵針對迄時的情勢，敢會當做出正確的判斷。真濟爆炸角踩佇咧路裡，邊仔官兵趕緊用更尖位鐵絲網啊。國防部無記強軍可能會為東部登陸，工兵部隊佇咧七星潭、調金市場附近設擋路的設施，用來拖強軍的行動。另外，閣有海軍軍艦是佇咧港口內底汰兵，海巡軍艦桃園艦嘛轉去基隆港進行警報。漢光演習今天正式登場，但共軍在前一天在台海執行聯合戰備警巡，升高兩岸情勢緊張。對此呢，我方的船艦今天從基隆港緊急的出港，模擬戰時初期共軍可能利用飛彈癱瘓我方的港口航道，我方的船艦必須緊急出海，在外海集結。如果說共軍飛彈的射程，它飛行時間是20分鐘之內的話呢，那其實理論上來說，這些軍艦的話，可能就必須在20分鐘之前就緊急出港哦。這個時候呢，不管人員有沒有召回，全台灣各地攏有漢光實兵操演。立法院煞時間安排國防部長郭立雄針對普適地帶威脅進行報告甲備詢，包含副參謀長執行官、陸海空軍參謀長、政治局長等等各界將領，上無有46粒星的將官，佇咧漢光演習頭一天陪郭立雄去立法院，引起關心。立法院的監督也是幫忙我們做建軍備戰的工作。漢光演習也是如此，所以我們對於立法院的監督，我們都是予以尊重。那漢光實兵操演前幾日啦，強軍對台灣發動聯合戰備警巡。郭立雄表示，佇咧演習期間面對中共的騷擾，國軍攏有因應的方案。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立法院的維權委員會早起臨時變更議程，要求衛福部等主管機關來報告中聯地甘油。會議閣還未開始，朝野立委就吵吵鬧鬧。國民黨的立委是要求講先追查真相，才有法度修法。民進黨的委員是主張愛先修實案法。有立委嘛提案要求公開落架20%毒油產品的會議記錄。部長趙宗良是表示講，今仔就會將會議記錄鋪上網絡來公開。會議還未開始，立法院衛生環保委員會就咧原價，條立委輪流登記發言，因為國民黨籍的條委羅憲一7號早時臨時改議程，要求中央就中聯地甘油事件暗崁結案做問詢等等的代誌追究行政責任也專案報告。不過民進黨立委是主張先審查實案修法，反對政治操作。這一些無良的官員護航包庇，該查辦就查辦，該下台就下台，不要只挑中央來寫政治標題，否則這就不是釐清實案責任，而是先選定了攻擊對象，再用委員會的議程來配合政治操作。因為食藥署處理中聯地甘油產品落架時，最後決定以20%做標準。有媒體報道7月7日的專家會議記錄，出席的人包含行政院食安辦公室的主任柯副，不過衛福部長趙宗良卻無佇遐，質疑20%是行政院的意思。您是門神嗎？因為報道這樣寫的話，他覺得說20%這件事情。專家會議的過程當中，那麼也考慮到其他國家的一些原則，大家一起所討論出來的做成的決議。也拿大唐甲中聯的獨家原油提登去，煞無通報。大唐公司的副總蔡東林佇風波了後，頭一屆出現佇立法院，閣調降甲黃豆粗油、甲黃豆沙拉油放佇桌頂。趙宗良是閣再重新強調，大唐買半成品獨家粗油是無佇通報的範圍內底。本評比標準是針對食用油脂，而這一次的爭議
對象是脫焦原油，那麼它並不是食用油脂。謝總統強調，7月初時專家會議記錄甲影音進前就送去檢調機關查評，也會佇今仔日甲所有會議記錄上網公布。也那中年的董事長蔡清祥、福壽的董事長洪耀坤、泰山的董事長劉偉良，也閣有服務油的總經理張志斌，明明知影油出問題，選穩準繼續生產，涉嫌施安法無確定故意，台中地檢署加告起來，命令4個人分別900萬到2300萬交保。記者綜合報道。再來關心股市哦，因為美股大起，台股今仔嘛大起1250點，收佇44611點。另外，中東的局勢方面，因為樂觀預期講荷姆斯海峽會閣開放，所以國際油價嘛落。有專家嘛分析講，第二波的通貨膨脹應該會較溫和，美國的公債殖利率嘛會降低，所以資金應該會閣來投入市場。美伊戰爭出現單核希望，拜二美股四大指數收盤朝起，費半指數大起6.55%，納斯達克指數嘛真有力起要3%，帶動台股初五開盤跳空大起，開盤43809點，盤中上懸起到44949點，起超過2500點，台積電盤中上懸起到2410塊，電子零組件、半導體甲電腦周邊等等的板塊嘛強勢大起，反彈的幅度比較大，所以是造成市場這個心理比較緊張。韓國去槓桿化已經有了成效了。那這個美國這一方面呢，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記憶體啊，或者是這個 AI 概念股呢，其實的表現都是相對的強勢，還看不到什麼很大的疑慮了。專家認為，市場佇經過頂禮拜落市慘了，反彈回穩，法人進場的態度轉積極，不過散戶是出現解套了的賣壓。臨近亞股嘛，互帶動，日經指數盤中起超過2000點3%，韓國綜合國際指數嘛起碼300點超過4%。針對荷姆斯海峽中開放的基態，嘛刺激國際油價回落，市場預望有機會壓落第二波的通貨膨脹。油價回落哈，首先可能會反映在這個 PPI， 那 PPI 接下來就是會反映，有一段時間反映在 CPI， 那可能就是說會讓這個聯準會接下來的這種比較鷹派的升息的一些動作暫緩。也有可能因為接下來的一個突發的地緣政治緊張，它就要反彈。美國公債殖利率最近嘛對戰爭恐怖清新懸，學者分析，互美伊單核帶動公債殖利率有落車機會。那資金定流轉來股市甲實體經濟，對全球金融甲經濟發展攏有正面的助力。記者綜合報道。來看頂個月發生佇屏東屏南工業區烏金屬加工公司的董事長命案，張警方佇台中抓到嫌犯，一個姓林的前員工講伊欠錢，所以去董事長的厝裡要偷摕錢，結果互發現，才甲這董事長殺死。警方透明訊問，嫌犯早起嘛互羈押禁見。頭戴安全帽、穿白衫、骹手白手銬的查甫人，就是涉嫌殺害屏南工業區烏金屬公司董事長的嫌犯。初時下晡，警方和檢察官大動作，把這位姓林的嫌犯帶到房山家樂伊細厝的所在，敲找犯案的證物，和嫌犯帶做伙的太太，嘛互依照關係人的身份，到現場協助警方釐清犯案的過程。下晡6點外，嫌犯帶回刑事大隊偵訊。大家對他的印象都想象不大。真的？聽說他這1年都沒有工作。他就是從離開之後。為什麼要殺人？是為了錢嗎？頂個月2時，烏金屬公司姓黃的董事長，互後生發現死佇枋寮太灣村的厝內，因為厝內監視器攏故障，調查有難度。警方是過濾枋寮過6000基的路口監視器和死者的通信記錄。經過10多天，鎖定公司這名34歲姓林的前員工，伊因為欠錢用，到董事長厝內想要偷摕，結果互發現，才甲董事長拍死。警方佇台中找到嫌犯時，嫌犯嘛承認犯案。對於犯罪現場也多次重返勘查。另外，我們清查被害人交往的對象及公司的離職員工與保全人員數百人，陸續前往被告林男位在台中市以及屏東縣的住處，依法執行搜索。檢察官也親赴屏東縣住處履勘，並指揮專案小組採集唯一跡證，查扣涉案的物證。專案經過透明審問了後，認定姓林的查甫人涉嫌強盜、殺人等罪嫌重大，有落跑掩滅證據和串通證人疑慮。初5早起法院裁定，把這名姓林的嫌犯羈押禁見。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
台北地檢署接到檢舉，講一個姓劉的查甫人，2023年開始辦說明會，講會當用 AI 來投資，但禮拜攏有紅利通領，一檔第一檔甲本金攏領轉去，結果才當晚領，紅利甲本金攏發袂出去，民眾是投資計共投資3000多萬，這個姓劉的主嫌臧洪約談100萬交保，也毋過總無100萬，後來是以40萬交保。看到鏡頭暗領水球起來，甲面攏總炸條條。這個姓劉的查甫人涉嫌主導一場騙局，甲伊姓詹的情某兩個人攏去檢調帶轉去，透明服審。原本攏用100萬來交保，卻因為保證金總未交，尾啊保證金才降到40萬。驚出地檢署雄雄就舉起來，手提卡網就對鏡頭安尼甲彈過。這位是涉案的姓陳的業務，問話了後50萬交保，也毋過伊攻擊一擺無夠，佫想要攻擊第二道。犯罪還那麼囂張，是不是？檢方約談的名單，也佫有這個姓王的公司，伊去用以100萬交保，啊毋過同款是裝袂出錢，降保了後同款嘛是裝袂到，上後壁是限制自己，甲過去大出手簽約買車的模樣，真正是一頓差高笑。感謝公司所有的後勤跟公司所有的主管高層舉辦了這個活動，讓我可以得到提分的這個大獎，感謝我。北檢測試約談9個人到案，懷疑姓劉的主嫌等等的人，涉嫌對2023年開始對外喊講對馬來西亞引進 OPEC 新的投資外匯方案，在台北桃園也有台中等等的所在，定定咧舉辦說明會，甲人講什麼無賺的，將投資金換做是美金，佮用 AI 演算法自動操作買賣。碰風講會使每一禮拜攏領紅利，啊若滿一檔就會使甲本金領轉去，年化報酬率上懸134%，也毋過再過一檔外，就傳出講紅利本金付袂出來。初步算算的非法吸金超過3000萬，專案依照軍航法，也閣有加重詐欺來偵辦。你有看過你女朋友嗎？還沒。對啊，你那個叫詐騙的啦。過來看另外一個詐騙的案件，這是一個61歲的查甫人，佇網絡頂甲人交朋友去方便甲恁弄死，險險啊甲金融卡交出來。加在台北市的警察接到報案了後，馬上趕到現場來甲主動來甲考勸，才無互變做是詐騙的人頭考責。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台鐵有一個工作人員，昨中晝佇台中后里站底吊車的時，跋落去月台，邊仔骨攏斷去。台鐵今仔要召開一案會議，也毋過台鐵產業工會是批評講，台鐵就是因為骹手無夠，員工攏無經過完整的訓練，攏靠一邊做一邊學，吊車意外才會直接發生。意外就發生在后里站第一月台北邊，迄當時30多歲台鐵的員工當咧做吊車的作業，好親像是頭殼險，雄雄就栽落第一月台北邊，互倒手邊的邊仔骨兩支斷去，也閣有倒手邊的手後翹挫傷，加在無生命危險。我們推測是可能因為中午了，他又還沒有吃飯，日程當中在作業，可能有點暈眩的狀態，工傷的部分我們也會妥善的處理。台鐵初五召開職災的檢討會議，釐清意外原因，嘛加強現場的治安的宣導。審計部上新的報告顯示，台鐵公司化了後，已經發生12件吊車意外，初步估計車輛也閣有設備的損失，金額至少有4986萬。去年12月，台鐵花蓮站佇咧吊車工咧做吊車作業的時陣，去互貨物的列車弄着，送醫了後不治。今年的3月，七堵站嘛發生吊車的時速度控制了無好，互兩台車弄做伙，真濟車廂敗馬，一個員工輕傷。台鐵的所有工作，因為場站的關係，因為不同車型的關係，到底它的教育是不是能夠囊括這些車型？到底有沒有包含這些情境？至少在台鐵裡面，全部都是實地作業來的，是不是應該要針對吊車要有模擬的吊車的訓練？工會分析現場的卡手長期無夠，互員工愛哪做哪學，大大增加風險。台鐵回應，佇咧人力的方面，到2026年6月底，公務、機務也有電務等等核心技術人力的欠額差不多是5.9%，整體人力有關維持穩定。2026年公司的招考已經完成，啊若後續各單位各有欠額，嘛會使獨立各對外引人。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環保團體早起佇行政院頭前抗議，因批評政府的建物供電新制度8月初一實施，煞佇前一天雄雄宣布講排除一般的主體甲辦公大樓等等，這等於是減少將近6成的厝頂供電的設施。因批評講政府嚴重違背着能源轉型的承諾，伊嘛呼籲講今年的12月初一進前，就應該愛全面來實施。
立法院伫2023年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規定建築物到一定的規模，厝頂就要設置光電棒相關的設置措施。建物光電新制伫今年8月初2正式實施，但是環團拜三伫行政院頭前抗議，因指出政府原本規定，無論是新起的或者是增建、改建的建築，但是超過1000平方公尺就要設置光電棒。所提實施的前一天宣布，排除一般的住體和辦公服務類的建築。環團批評，安尼減少將近6成的光電設置。其實真正要追究的是什麼？是設計、施工、固定跟查驗有沒有符合規範。現在我們今天的這個屋頂光電新制，就是要讓新建物從一開始就有就把光電和結構、防水、耐重、施工、管線維護一起設計，這樣子才可以更安全。環團指出，光電棒的設立已經有真完整的規定和安全的標準，而且政府在去年就預告草案要實施，經過年外應該當建立配套的措施。即馬使用光電棒設立了後，管理和安全的維護也有疑慮，宣布先將部分的建築排除。若行政程序有問題，會影響國家的能源韌性和淨零的政策。在德國的這個太陽光電就已經有佔比是15%到17%了哈。那屋頂型太陽光電其實是主要是一個主力。在法國它也是一樣，新建屋頂還有大型的這個停車場一定要設置一定的太陽光電。日本也是一樣哈，就是強制一定規模的新建築哈，那就一定要設置太陽光電板，尤其是在東京都這個地方。環團表示，錫光電是國際趨勢，會有政府愛經建立配套的機制，和完整的政策會使在今年12月進行實施。另外，嘛應該針對外界質疑的行政程序制度提出說明，趕緊建立中央和地方協調的平台，和台灣的能源轉型會當有進一步的發展。記者桂宗林、林曉凱台北報道。新竹有民眾發現，那村有落跑的外籍移工違法賣狗肉，動保團體甲動保所接到檢舉，隨去追查，嘛當場抓到一個當準備要帶載狗肉去賣的移工，但找到這個放狗肉的地點，現場查扣超過9公斤的狗肉，最後嘛以動保法給上法辦。攔他！去前面攔他！快點！看到嫌犯車輛，趕緊把人抓落來。果然在車頂查到一個紅色的塑膠袋啊，內底放準備賣出去的狗肉。這半隻狗，那個是半隻腿。新竹市有民眾發現，那親像有多個外籍移工私底下違法咧賣狗肉，經過動保團體甲動保所追查，當場抓到這嫌犯，也查到9公斤的狗肉。抓到了一位越南籍的台裔外勞然後這隻狗的重量是大概9公斤，然後身上也有這個晶片。那我們都會在循線去查這個狗的來源、捕捉地點，然後還有這個一些其他的共犯。根據了解，是部分外籍移工在因的國家都有食狗肉的習慣。不過動保所強調，在台灣食狗肉是無合法的行為，所以依法罰5萬至25萬。積極協助深入偵辦違法屠宰與販賣事證中，動保所呼籲，依據動保法規定，任何人不得騷擾、虐待、傷害動物，並不得任意宰殺犬貓或販賣其屠體，違者最重可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並科2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金。這竟是大新竹地區一年來第3擺列入賣狗肉的案件，動保所會按照動保法移送法辦，也甲警方繼續擴大追查，看後壁敢有不法集團在操控。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國際新聞來看，美國的華盛頓州的東部最近是發生3起的火燒，嘛已經燒掉超過700棟的厝，有6萬外民眾撤離。警方證實講，其中規模上大的一場火災是有人放火。警方嘛抓到一個37歲的嫌犯，這個嫌犯捌因為殺死伊的爸爸，互抓去關，即馬又閣犯案，保金就愛100萬的美金，代票是超過3000萬。規個社區燒甲烏有氣，汽車也燒甲臭火大。華盛頓州蘇珀坎地區發生3場大規模的火災，超過1萬英畝的土地烏有氣，數萬人紅標的鐵力家園。將千位消防人員全力救災，警方也公布消息，證實其中規模上大的火災，竟然是有人超工放火，因也抓到一位37歲的男性。This was fantastic and very quick work by everybody involved. As it happens in so many critical cases, it was citizens who wer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ir surroundings, being aware and willing to step up and say something that led to the relatively quick apprehension of Mr. Farnacci.
破案的關鍵是一位民眾發現嫌犯佇路邊的草坡腰徛起來，看起來真緊張。伊離開了後無偌久，四邊就衝出高煙。警方接到通報，佇附近甲嫌犯抓落來，佇伊身軀頂敲到番仔火甲雷達。調查指出，導火所在確實就是嫌犯腰的草坡。Mr. Fernacci is a convicted felon out of the state of Arizona. He has a felony conviction for manslaughter and a preceding arrest in the same case in premeditated murder in the state of Arizona. 互人料想袂到的是，這位放火嫌犯2010年捌因為洗碗的代志，甲老爸冤家，開槍甲老爸斷死，服刑了後，佇2020年放放出來，即馬又閣犯罪放火。當地天氣高溫閣可看，火勢隨時可能因為強風閣再惡化。這邊也毋知影當時這是重建因的家園。國際新聞4派選朋友。外界認為講，美國甲伊朗的和平協議應該連伊就完成，所以即馬中東的局勢要轉好咯。國際原油的價格嘛跌落，另外通貨膨脹的壓力已經發生。另外，美國甲伊朗目前嘛當透過阿曼來針對中科荷姆茲海峽來協商。紐約證交所卡收盤前對市場樂觀的預期，中東有可能達成和平協議，加上真空地區甲工業相關的企業財報攏真好，帶動美國強力反彈，道瓊工業指數起超過900點，加標普500嘛攏改寫收盤升懸。國際油價加美國公債殖利率嘛攏切落去，各國攏為着要重新啟動荷姆茲海峽佇咧拍拼。國賓團講，伊朗甲阿曼可能針對過境的船隻收服務費，而且是以對半本的模式來共同享用利益。美國國務卿魯比歐嘛證實，美方正咧積極參與相關的航運安全談判。I think that there's a conversation and a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between Oman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 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 And suffice it to say, there's been progress made in those talks, but not finality yet. We're hoping that will happen, very shortly. 除了阿曼的航道協議，卡達嘛咧拍拼轉勢，想要甲美國甲伊朗重新扭轉去談判桌。雖望和平的聲音愈來愈懸，啊，毋過卡達外交部就坦白講，各界攏佇咧面談促進意見交流，目前談判重點是佇咧避免衝突佮升級。Right now, we don't have anything on the books when it comes to direct talks, of course. We are doing our job as mediators, along with Oman and the other mediators and Pakistan and everybody in the region in exchanging ideas between parties. 雖望國際攏為着和平佇咧努力，啊，毋過伊朗的民眾煞意見無共款，有人對美國長期施壓足袂爽的，對未來協議有高度的懷疑，甚至閣主張無應該這麼簡單就講和。嘛有人認為長期的軍事對抗甲制裁已經讓伊朗的民生經濟受到真重的打擊，不如量早結束政治的西固照角。وضعیت اقتصادی که برای مردم ما الان خوب نیست ولی این وضعیت نه جنگ نه صلح به نظر من هر چه زودتر تموم بشه خیلی بهتره. انتقامی سخت خواهیم گرفت. انشالله شاهد فرار آمریکا از منطقه و نابودی کامل اسرائیل خواهیم بود. 雖望和平的協議出現一點誤望，啊，毋過美雙方長期累積的仇恨是真惡佇短期內底就化解的。這場牽動全球經濟甲能源命脈的地緣政治危機，距離真正和平，恐驚還有一段坎坷的路要行。公視新聞鄭偉仁編譯。中美洲上活潑的火山是咱台灣邦交國瓜地馬拉的火紅火山，昨開始噴發。因為這座火山離首都不到100公里，所以當地嘛緊急成立救援單位，測試嘛發出紅色警戒，目前脫離超過600個民眾。火紅火山最近有真儕個噴發的記錄，嘛造成真嚴重的傷亡甲經濟的損失。燒滾滾的岩漿直直對火山口噴出來，甲瓜地馬拉的天頂燒甲光光。離首都瓜地馬拉市無到100公里的火紅火山，海拔超過3700公尺。當地時間8月初3早起開始噴發，噴出大量的火山灰，衝起到6000公尺懸的天頂。一寡油油啊也對山頂壓落來。緊急救援單位隨時發出上懸層級的紅色警戒，適用範圍包括160萬居民。同時也脫離火山附近的2個鐘頭，超過600個人。actividad del volcán. Nosotros hemos estado monitoreando y hemos visto que el material de todo lo que es la lava está bajando más.
目前火山周圍的國道已經全面封鎖，附近的學校也宣布停課，因為火山是中美洲上屆有咧活動的火山，過去的噴發對這個國家造成嚴重的傷亡，居民攏唔敢大意，配合撤離到避難中心。自西元1524年有記錄以來，火紅火山已經噴超過60屆，是規個中美洲上界危險的活火山。對1999年開始進入新一輪的活動期，而且繼續到今。2018年是這座火山100多冬以來上界有毀滅性的一屆噴發。火山的幼啊噴去到山腳，其中一座磚頭已經覆滅掉，統計造成159個人死亡，另外有超過200個人失蹤，予人認定罹難，包括番麥、豆仔類的、甲咖啡等等的農作物經濟損失真大，火山灰亂飛，也讓首都國際機場關門2天。公司新聞景元慶編譯。過來消息來看，花蓮縣政府在2024年追加6500萬的預算，買13萬組的避難包。也毋過，縣政府的審計室是指出講，即馬閣有2萬多組還未發出去。有議員嘛質疑講，當初的數量是安怎預估的，哪會存這麼多？要求縣政府就應該說明。這是花蓮縣政府去年6月在縣府開始發放避難包的記者會，迄時就因為發放的方式，敢會讓縣府借這個機會宣導反罷免引起爭議。後來決定讓村里長來發放，也是民眾家己領。結果審計室發現，這個避難包到今還未分了。在這個預算裡面，總共花了6500萬元。那至今在3月份，還有4萬多組的這些設施設備放在倉庫裡面。那我們還是要大聲呼籲花蓮縣政府。應該主動來說明。審計室公布這份資料了後，地方引起質疑縣府是安怎要浪費錢，議員佫是要求縣府說明，迄時是安怎要買遐爾濟避難包，結果囤這爾濟，佫要安怎處理？首批採購其實都還沒有驗收等等的狀況下，又追加2倍金，再採購了5000組，以及還有2萬多套的防災避難包，還放在倉庫裡沒有辦法發出去。裡面的藥品有沒有過期這件事情，都必須要跟花蓮鄉親做一個清楚的說明。花蓮縣消防局就說明，避難包也未分刷，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有一寡民眾戶籍有佇咧，人卻無佇咧的情形，村的避難包攏經交轉去予消防局統一管理。去年公鄉做大水，嘛閣有發予受災戶，目前敢若剩9800組。這一段期間，還有民眾想要領避難包，就是去年急在人不在，或者是聯絡不上的這些民眾想要領的，那我們可以就是鄰近的轄區分隊去做領取。對，那到9月30日止。消防局就提醒，要領避難包的民眾都要摕身份證登記，基本上一次一戶發一個。9月30以後，還未分出去的避難包，都會用在咧防災宣導，也是關乎弱勢團體避難使用。記者綜合報道。環境部修正噪音管制法7月實施，汽機車的噪音上最最低罰36000塊，屢犯閣會當吊牌。高雄市環保局嘛啟動大高雄寧靜專案，針對全市15大交通熱點連續2天來加強執法，結局嘛抓到45件違規，罰6600多塊。阮經徛佇路邊，奧多擺來一台砸一台，隨停佇邊仔等待環保局甲監理站的查驗，配合新修正的噪音管制法7月正式實施。高雄市環保局會同監理站甲警方7月底連續2天，佇咧15大交通熱點，針對汽機車改講改車無經過認證的進行處理，攏總查到45件違規。環保局表示，新法上路，只要車輛噪音超過15分貝就會罰錢，無改善的累犯買扣牌處理。查獲45件違規案件。包含現場檢測違反噪音超標有3輛，改裝排氣管未認證共11輛。噪音管制法已修正並加重罰則，罰鍰金額已經提高為3600元至36000元。暗時就是聲較險，安尼攏相像去寫暗時攏相像。有差到恁落啊？加減啊。15大交通熱點，其中1大就是佇個高山區。民眾講，因為因遐是單行道，車攏對遮過，不管是嘛攏聽到車沿東講吹甲加加叫。高山分局表示，一直攏有針對轄區的重點區域來處理。親像這月除了查到噪音改講的以外，包括改電軌、改拔昆尼亞的嘛攏有查到。提醒民眾車若有改裝，一定愛去監理站審驗，若無合格就會罰錢。其中改講若是無登去驗車，閣會扣牌處理。針對民眾任意編
變更，把那個排氣管改裝，還有後照鏡的一個拔除這些都是我們一些重點違規取締的項目。如果違反這些不依規定來辦理設備登記的話，那我們會處新台幣900到1800的一個罰款。環保局講新法上路，去機車厝金超幫罰款上懸對3600提懸到36000。若該員工講無申請登記，只要查到隨罰3600，15天內若無去完成驗車，會先扣牌，上當佫會當註銷牌照。記者柯家族趙陽高雄場報道。桃園市大園區配合航空城徵收拆除，電信的基地台大約嘛攏拆掉，嘛影響到附近地區的通訊品質。有民眾就怨嘆講，即馬手機的信號攏真歹，市政府是表示講會來協助改善。喂，有聽到嗎？喂。電話若毋是定定接袂起來，就是講到一半就斷線。桃園大園啊，多數原地建築物配合航空城徵收了，一個拆除。原本設佇厝頂的電信基地台，嘛互人做伙拆掉，造成居民平常時通訊有困難，扣到。你這邊收訊很差是嗎？對，我們基本上只要在馬路邊還有一點點的訊號，只要走進戶內就完全沒有訊號了。對，會造成生活上很多的困擾。蠻困擾的，如果颱風天啊。下雨天斷電之類的，可能就完全收不到訊號了。對，因為連 WiFi 都不能用。大園啊，無心理這基地台差不多攏拆了啊，敢若剩中正東路這間加油站厝頂的基地台，不過年底之前嘛得愛拆。機關表示，目前信號上歹是佇無心理甲大安置的所在，沿海信號嘛歹，現階段敢若剩最後尾半的徵收戶也未拆，要求公部門協助清查，提供場所做臨時還是永久的基地台。遇到緊急醫療還是救災？這個整個通信非常的不好聯絡，也是造成一種隱憂。目前我們也去協調了中央和地方的跨局處單位來協助做一個通訊的改善。針對航空城計劃推塞以外，害當地出現通訊不良的狀況，經發局表示，電信業者若是有供電的需求，會協調台電加速儲電。基地台新起的部分，電信業者會當向管轄單位提出土地的需求，希望增設基地台來改善大園的通訊品質。記者綜合報道。台南運河邊本地的舊市場，市政府甲民間合作要來起飯店，已經東灣路攏無進度，嘛互審計部檢討。台南市管理局是表示講，這個 BOT 案的民間公司負責人進前向過身哦，所以董事會愛改組，去影響到進度。佇台南河樂廣場邊仔的舊魚仔市，看起來是拍遠去啊。雖然最近幾年有設計一寡裝置技術，也是罕有有人注意到。不過，這個地點市府佇2023年以 BOT 的方式引進民間來投資5.6億，按算要起觀光旅館。不過，簽約到單已經過1年半，雪紅發現完全無實際工程進度，予審計部台南審計處點名檢討。變更設計可以說是一個。很冗長的一個案子，非常完美，非常周到，是非常困難。越短的時間內把它完成越好。地方煩惱講，這就安尼拍遠去，希望市府甲業者緊來做，溝通更較透明。針對這件代誌，管理局也解釋講，原體魚仔市雖然不是指定的文資，不過為着保留1936年起的日本式魚會舊倉庫意向，甲文書團體協調，開較濟時間，加上進前民間機構的負責人向過身，進行董事會定組，才會影響到規個進度。115年3月10號取得建造，目前新董事會要求就投資增額差距的部分，必須要先進行財務計劃的評估。那民間機構執行團隊正在進行相關的執行計劃。觀光旅遊局指出，進前新董事會要求投資競業精彩部分，要做財務計劃評估檢討。執行團隊當日中心討論執行內容。這個檢討歷史感情甲商業開發的舊魚仔市安怎轉型重生，各界攏繼續關注。記者綜合報道。要互噴會當循環，擱再利用，中央甲地方是投入1300多萬佇雲林的西螺起一座噴的處理廠，今仔啟用咯。西螺公所嘛表示講，即馬一工會當來處理15噸的噴，會優先來處理家庭甲學校的噴。
賽例清潔隊員將各類菜青噴加入抽水機，佮透過金屬珠旋、纖維牽鎖等等的步開不到10分鐘，就會當將這個青噴主管化，後端佮送予南馬噴場做成肥料。對我們的整個環境的一個處理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忙。那我們這一套先進的一個廚餘機的一個脫水系統呢，它每一天最高可以達到15噸，那它的含水率呢，也可以有效的降低到70%以下。賽例頂公所表示，為着要配合政府殺青噴資源再利用，公所透過中央甲地方共同摕1362萬的經費設青噴處理場，目前會先處理林家厝學校機關的青噴為主，未來會向回收下來合作的農場的廢棄果子青菜，避免有人烏白拼日大牌。然後如果有餘量的話呢，咱未來呢，買來甲環保局來跟大概協調一下，大概商量一下，詢問一下說，大概未來的這個有餘量再來收一般的這個民間的，比如說合作社啦，還是說農場啦，避免造成說我們大排的這個葉菜亂倒。賽例頂公所表示，青噴透過這套系統處理，會當減少歹片的味，將青噴主管化。加上賽例頂是全國主要的菜色果子生產地，過去有真濟無愛果子青菜無所在通處理烏白倒，未來會建議相關的配合辦法，回收廢棄青噴，減少大排污染的亂象。記者綜合報道。有民眾帶囡仔去中華園林的廚房公園佚佗，因為日頭上炎熱，囡仔的手去互鐵棒燙甲碰拍。最近溫度攏真懸，公園有真濟設施，日頭是拍甲燒燙燙哦。公所嘛表示講，會來針對熱傷害部分來做提醒。囡仔人的手著傷，膏藥包起來。有民眾佇網絡社群答文表示，帶囡仔去中華園林的廚房公園佚佗，結果囡仔的手無細膩，去互鐵棒燙著傷。實際來到公園，用鐵棒做的廚房設施，佇大日頭下有影拍甲燒燙燙。其他民眾嘛認為，確實有危險性。天氣熱啊，迄個燙傷的，迄個好，我燙金屬的物件會發熱啊。日頭啊，咩着迄氣攏拍甲碰拍，安尼大人嘛會碰拍，個囡仔迄家己愛注意啦。園林市公所表示，這個公園是設計予廚房運動來使用的。公園內有採相關的使用說明告示牌，12歲以下的囡仔愛有家長陪，耍廚房設施就愛穿護具才會當使用。公所表示，會來重視民眾燙到的這盞意外，拍算增加提醒熱傷害的安全警示。我們滑板場就是供滑板運動使用，那我們也在場域內有相關的標示。那因為目前滑板設備的這個鐵板的表面的溫度較高，之後也會張貼警語來另外再提醒民眾來注意我們表面高溫的這個狀況。最近台灣各地頭攏熱翕翕，有袂少公園其實攏無熱這個所在。遊樂設施予日頭拍甲燒燙燙，就有家長建議除了告示牌，公園內嘛會當設電子的導針，予民眾知影溫度偌懸，降低囡仔燙到意外。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來看高雄市三民運動中心佇8月初一開幕，才營運4日，有民眾就指控講游泳池的水真熱，佮把相片鋪佇網絡頂頭。運動中心的廠商是表示講會趕緊來改善。三民運動中心大門口頭前業者已經打廣告，講暫停營運。開幕第4天，初時一透早，就已經予參加第一班游泳訓練的家長發現講，這水傷過熱，就煩惱囡仔的健康會出問題。小孩子在上課的時候就反映水道比較污濁，然後我們昨天就有跟他們的主管反映，大家都還在游，我沒辦法做立即的處理，我只能等泳池有休息的時間，我才能來處理。500棟水游泳池，這水落，予業者佇咧初時暗時7點，趕緊清場停止營業，清查相關設備敢有出問題，嘛接受民眾退票。泳池的清潔過濾系統是正常運作，那主要是因為水壓，我們補水的狀況沒有如我們預期的這麼好，所以我們現在有在改善這個部分，那設備也會再增加。初5早起，衛生局來做例行的檢查，已經將水質提轉去化驗，等待檢驗報告。那運動中心的主管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就講，未來會管控游泳池的人數。因人數暴增導致水質渾濁，所以我們短期會採控管入池的人數，另外也會加速補水來維持水質。藥水對，然後它會直接刺激我們的這樣的呼吸道的黏膜，
所以會造成一些病人會造成非常不舒服的這樣的影響，甚至會有一些這樣的一些感染的情況。醫生講，游泳池的污水較高感染耳啊、鼻啊，抑閣有嚨喉3個所在，呼籲民眾游泳了後，就要確實將垃圾水抑閣有消毒水洗掉，保護家己的健康。記者綜合報道。來看位於台南市東區的戲秀藝術館，今仔正式開館咯。市政府投入將近1200萬來翻修這棟歷史建築，由源自台南有100棟歷史的明華園戲劇總團來負責營運。今年5月就開始試營運，嘛聲賣這個歌戲迷來參觀。這個戲秀藝術館會來正做是推廣傳統戲劇文化教育的基地。人西拍頭頂，佫有新歌威含天道萬歲做開館獻禮，氣氛鬧彩彩。這是台南的戲秀藝術館，初五開館，在各界貴賓的見證之下，正式啟用。市府投入1200萬做整建，委託1929年在台南創團，特別100年的明華園戲劇總團來經營。館內唔但展示因一路行來的珍貴歷史資料，開幕當天更加由孫翠鳳老師親身帶大家導覽。因講未來者會以展演、教育、體驗做重點。很好啊，可以啊，帶動這個地方啊。除了講你當來這學習歌語，那最主要，阮希望教育會當讓咱較濟這少年的，還是這年紀小的小朋友，我攏希望會當來咱戲草藝術館，這是教育。那傳承就是，阮會當佇這，不管你是什麼年紀，什麼行業。你攏會當來遮，阮的老師會當甲恁教。為了推動歌戲的保存甲發展，文化部最近打佇高雄開幕台灣歌戲中心。這陣伊嘛正肯定台南戲秀藝術館是全國唯一以地方文化館做主題的歌戲基地。文化部講歌戲是台灣本土的戲種，未來除了繼續實歌戲上大型的計劃，賣補貼相關經費來支持民間團體營運，建立完整的傳統戲劇傳承。文化部會用咱文化館的經費，或者是講阮即嘛咧推廣百大文化基地，這兩方面的經費來繼續推廣咱這個藝術館的經營。由歷史建築改變做戲秀藝術館，5月試營運，業績真濟人學樂。明華園戲劇總團經過100年歷史，將基尾擱轉來起家厝，以民間戲劇的力量來回報觀眾對因的疼惜。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行路變慢，看袂清楚，聽袂清楚，咬袂記這代誌，會感覺講是因為有歲數，身體功能開始退化。國民健康署最近就辦一個活動體驗的展覽，透過一寡簡單的遊戲，會當互時代提早來了解身體功能的變化，然後發現有問題，嘛當提早來處理，咱做伙來了解。3、4、5、6、7、8。這路徛起來，看老大人敢有法度佇時間來完成。若這個活動的宗旨，會當互時段聽看賣，耳康剛好。這個展覽除了透過耍遊戲的方式，互時段初步先認識到家己身體機能的變化。現場也有專業的醫術人員替時段評估，提供專家的建議。針對視力的時候，我們會透過像是這樣的檢測卡。那譬如說這一張呢，它是遠距離的，我們就會放在3公尺的距離的時候，讓它能不能去判斷說，它能不能看清楚缺口在哪裡？主要是針對它能不能滿足它日常生活所需。那它如果看不清楚的時候呢，我們可能就會建議他，那我們是不是需要去眼科去做個檢查啦？國民健康署參考世界衛生組織中北整合式照護的指引，推出活動體驗的展覽，就65歲以上的時段來量測。若是發現功能有退化，才通盡早介入處理。國健署表示，至去年為止，已經有超過36萬的時段接受過檢測，邊境線內底都有一個需要更進一步評估。這個是世界衛生組織推倡的，就是用一個簡易的方式，讓我們的醫療人員可以協助我們的長者去辨識出我的內在能力好不好，有沒有維持住。國健署表示，並對個人化減慢時段適齡甲失智是真要緊的代誌。若6種內在能力，包括營養力、情緒力、認知力、視力、聽力甲行動力，鼓勵長輩透過定期的量測，建立正確的生活習慣，愈活愈健康。記者郭玉琪、謝桂玲台北報道。南投縣文化局配合文化部推動台語家庭，8月到10月推出山社厝內講台語的課程甲活動，鼓勵家長趁休熱帶囡仔來參加，做伙甲台語對生活中來講轉來。
因為我這有一寡物件呢，無我放一寡佇遮，嘛互人當經過遮的時陣，坐咧休困，佫坐來食。咱頭先講啊，分享台語作家陳秀基老師摕着大包細包，今日要來教室，嘛展開着紙演戲的道具。卡米時代用伊來開場講故事，配合着文化部推廣台語家庭的計劃，南投縣的文化局嘛推出山城厝內講台語的活動，包括親子講故、台語劇合團、大人台語班，閣曉熱營隊等等，吸引着大人囡仔做伙來參加。你是安怎要來遮聽故事？講台語，因為阮佇厝的時陣，阿公甲阿嬤甲因講話，攏會自動變成國語。來遮學安尼，大家練習，較有這個機會，甲這個話講出來安尼。阮這個年代啊，攏一定愛講國語嘛，無講國語就會互罰錢。所以即馬想講來接受這個台語啊，台語來發揚光大安尼就對。南投縣文化局表示，希望透過活動，鼓勵民眾佇厝內生活中自然來講台語。台語老師嘛希望有更較儕人會當加入台語的家庭。阮對7月到11月啊，總共有750點鐘的課程，然後希望講會當有專關啊，會當有980戶的台語家庭會當來參與。成為簡單的語事生活中直接教學。你看到水果啊，這個冷語啊，這金蕉，就是為生活中安尼開始，像阮即擺在廣告，阮嘛是用生活的例。南投文化局強調表示，山城厝內講台語的課程真多元，而且攏是免費的。茫曉熱的時陣，家長會當帶囡仔來參加，讓囡仔自細漢來接觸台語，嘛建立台語的意識。提醒大人愛通囡仔來講台語。記者安修南投報道。來看新北市5個月就土地公立遺址，這是2500年前新石器時代的石文園，有出土真濟書證的文物。考古團隊甲13項博物館合作，佇曉熱辦考古學校，活動攏講台語，唔來當來了解安怎考古，咪當學到考古相關的專業的台語安怎講。日頭赤夜夜，考古團隊由原摕土案佇咧探坑骨力屋。考古的地點就是新北市5個月石土地公二遺址，這是2500年前新石器時代石文園文化。有考古團隊甲13項博物館合作，歷史甲要辦5天的考古典雅學校，讓學員會當佇考古的現場搶救文物。毋若是甲咱講過去的故事，嘛咱用咱土地語言去講這個故事安尼，透過這個學物件。去甲學生討論講，考古學家是安怎去了解以前，阮就愛思考咱即賣的時代是安怎，共同去思考咱未來的路要安怎行。考古團隊表示，即屆的活動特別用沉浸式台語學習的方式，民眾除了會當學到考古專業的台語講法，也會有台語的導覽，帶學員去13項博物館、甲大本溪文化遺址行踏。考古團隊講，高中以上的學生甲一般民眾都會當參加，甚至也有人專工對香港來實現考古的夢想。細漢時陣攏講，阮想要做考古學家，大部分的人攏無，所以阮提供一個機會，即擺參加者內面大部分攏是大學以上的，甚至講有香港啦，即係回零機來。主辦單位表示，8月的活動有2梯，一梯敢若收15人，希望帶民眾對考古學家的腳步，透過考古甲台語，了解對史前到近代發展的脈絡，來認識這片土地的歷史。記者歸記林曉凱台北報道。氣象署表示講，中度風颱北海地目前佇台灣東邊1680公里的海面上，上緊初7會發布海上風颱警報，初8到初10這3天，風颱外圍環流會影響台灣北部山區、中部以北甲馬祖等所在會落大雨，初10西部地區會落準雨。氣象署嘛表示講，今日發布陸上風颱警報，這愛閣看風颱劃向北邊的時間。初5各地天氣還算穩定，普遍是好天小熱。也毋過氣象署提醒講，中度風颱北海地上緊可能在初7發布海上警報，有個初8到初10會劃向北邊。這3天嘛是風颱外圍環流對台灣影響上大的時間。若陸上警報，氣象署表示，目前有報也未當確定暴風圈敢會影響到台灣陸地，閣愛看風颱劃向北邊的時間甲角度來判斷。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的機會是比較高的。那時間點大概會是在禮拜五，也就是7號的下半天。那路徑的部分的話，則還要視它北轉的時間點跟角度，再來看它的暴風圈有沒有可能涵蓋到馬祖或是北海岸陸地。不過，這目前預報的不確定性是比較大。氣象署表示，咱附近除了有中度風颱北海地，隨後在盧宋島的西邊近海嘛形成輕度風颱海岸，然後台灣東邊大約4700多公里的海面上嘛，閣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有可能會變風颱，不過對咱無影響。天氣的部分對吹來開始水汽增加，氣象署講受到低壓帶甲風颱外圍環流的影響，吹被吹到北部山區、中部以北，也閣有馬祖會上大雨，到吹入西半部嘛也會落陣雨。8號到10號預計會是這個颱風影響我們最接近的時候，外圍環流的話，有可能會為西半部地區帶來比較明顯的降雨。這當中，尤其是中部以北地區，可能會有局部性的大雨。另外，馬祖這一段時間雨勢呢，也會是比較大的。而北部的山區，我們甚至不排除可能會有豪雨出現的狀態哦。那到了10號，西半部還是比較容易有陣雨的狀況。氣溫的部分，氣象署指出，吹高中南部內陸大台北，也閣有華東唱國部分地區會有35-6度的高溫。到吹到吹北風，依然因為在閃風面會有火燒風。若吹被吹到介吹西北風，或花蓮台東在閃風面會透火燒風。氣象署嘛提醒民眾隨時注意天氣資訊。記者盧尚珠、鄭俊佑台北報道。下晡晡的天氣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6度；中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5度；東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5度。華島地區上低29度，上懸33度。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語台》的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下晡3點，咱再會。